較早前，嘉嘉港台邀請到嚟自香港大學賽馬會樂天心情校園行動嘅註冊教育心理學家關康宏先生 Dennis 嚟分享當下的禮物，應用靜觀提升親子關係。一開始都先想同大家講講乜嘢係靜觀。唔少人都認為靜觀就係坐定定喺度深呼吸。Dennis 提醒大家，實際上靜觀嘅創始人喬卡巴金指出，靜觀係覺知，呢個覺知嚟自特定、刻意、活在當下，而且不加批判嘅注意。所以其實喺日常生活之中，靜觀可以係有個時間俾自己靜落嚟，或者享受美食，甚至乎喺家庭時間裏面都可以練習。所以 Dennis 強調，其實靜觀都容易開始嘗試練習，但係日常生活之中其實都有好多煩惱，有時候唔留神，其實就會進入苦惱嘅漩渦。平時家長會有好多事務需要處理，唔知大家會唔會都安排照顧自己嘅時間呢？俾自己打下機，同另一半享受下二人世界嘅小時間，或者做下護膚等等。咁家長生活之中，相信亦都會有好多照顧孩子、日常生活啦，可能仲有家務之類等等嘅事情。Dennis 都有講到，其實大家最希望嘅當然係幸福而平衡嘅生活，可以好好咁照顧到自己，亦都照顧到孩子。但係時間有限，喺家長嘅角度，有陣時就會選擇咗減少照顧自己嘅部分。時間耐咗，就會好似瑪麗亞斯伯格教授所提出嘅好揭漏斗咁樣，可能去到最後只會剩低照顧孩子嘅部分，而引致精疲力竭，甚至乎可能係倦怠嘅情況。所以喺分享嘅結尾，Dennis 都會強調返家長嘅自我照顧係重要嘅基礎，然後就可以覺察到當下，就能夠更加提升到家庭幸福同和諧。